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哋係 JJM，今日我哋到咗伊斯坦堡，喺機場搭的士去舊城區，大概2000里拉。我哋住呢間酒店位置比較方便，除咗好近舊城區嘅景點外，附近仲有好多餐廳。我哋夜晚12點幾落去食嘢，都仲有好多選擇。今日嘅計劃係去參觀舊城區嘅幾個景點，第一站當然係聖蘇菲亞大教堂。喺我哋酒店行過去只係10幾分鐘，因為大教堂係大部分遊客嘅必去景點，所以我哋一早就過去，希望可以唔使排太耐隊啦。行到呢度都有一個16世紀嘅歷史建築，遊客係可以入去參觀嘅。一邊行一邊講下舊城區呢度嘅酒店，其實大部分都係比較類似民宿，房間唔大。住舊城區嘅優點就係方便為主，如果想住正式啲嘅、服務好啲嘅酒店，就要喺新城區嗰邊，即係獨立大街附近啦。對面馬路就係另一個熱門景點地下水宮，同聖蘇菲亞大教堂係非常近嘅。跟住前面行入去就係大教堂同藍色清真寺啦。聖蘇菲亞大教堂除咗擁有歷史悠久同宏偉嘅建築外，亦因為佢所代表當代掌權者嘅能力，再加上近代嘅爭議，令佢成為咗熱門嘅旅遊景點。其實大教堂曾經2次被摧毀，而家我哋見到嘅係第3代建築物，建於532年，有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，至今已經接近1500年歷史。喺1519年之前，一直都係世界上最大教堂。大教堂於鄂圖曼時代被改為清真寺，到1934年，第一任土耳其總統將佢改成博物館。2020年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正式宣布亞亞蘇菲亞恢復為清真寺。至於建築物本身，亦被稱為古代建築嘅一大成就，拜占庭式建築的第一個傑作。佢喺建築及禮儀方面的影響深遠，並普及至東正教會、天主教會及穆斯林世界。大教堂最大的圓柱高19至20米，直徑約1.5米，以花崗岩所製，重約70噸。正廳之上覆蓋着一個最大直徑達31.24米、高55.6米的中央圓頂。呢個圓頂係大教堂其中一個標誌性設計，已經經歷過多次倒塌同修復。雖然目前已經作為清真寺，遊客亦只可以去2樓參觀，但係我哋都仍然可以睇到一啲基督教嘅壁畫。
因為今日藍色清真寺唔開放俾遊客，咁我哋就繼續行程。我哋喺大教堂買咗套票，包埋博物館，總共50歐元。博物館係好完整咁介紹咗大教堂嘅歷史。參觀完博物館行出嚟就係蛇柱同長柱，都係熱門嘅打卡點嚟㗎。呢個廣場位置係以前君士坦丁堡賽馬場。喺長柱呢個方向行出嚟，大約幾分鐘路程就會去到另一個熱門打卡點。向住海邊方向行，好快就見到有個天台，有好多海鷗，就係 Seven Hills Restaurant。呢間天台餐廳真係好適合打卡影相，佢嘅位置就正正喺大教堂藍色清真寺嘅中間，另一邊就係海景，景色非常之靚。行咗一個大圈出嚟，又見到熟悉嘅地點，對面就係地下水宮，好多人排緊隊啊！既然聽日要再到藍色清真寺，我哋就決定聽日先一齊參觀，而家直接去大巴扎買嘢食嘢啦。
經過一個地鐵站，買定張伊斯坦堡卡，聽日搭車用。買伊斯坦堡卡比較簡單，先揾到部售票機嘅物體。我同大家講一個重點，就係喺熒幕右下角撳語言，揀英文，跟住指示做就搞掂。喺大巴扎旁邊就有一座著名嘅清真寺——努魯奧斯曼清真寺，建於18世紀奧斯曼帝國時期。大巴扎建於1455年至1461年，係世界上最大、最古老的巴扎之一。最初係為了交易布料和商品而建。現在嘅大巴扎擁有超過4000間商店，每天吸引數十萬遊客遊覽。
希望大家 like 影片同 subscribe 頻道。再見。